针对这个女童的生母，她被判13年，那你的看法？对她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。那你认为法官判这13年这样子是会太重还是太轻？应该是说未成年是15年最高的啦，13年算重的啦。13年算重。算重的啦。啊，怎么判？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啊，你能接受吗？接受不接受，都还只能这样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对啊。你提到说，在这个生母好像有想把责任推卸给这个父亲，那大概是什么状况？你会讲一下吗？类似说小孩的父亲知道他小孩受伤，然后他就说叫他把伤养好再带回来，这不是事实啊？这是在上一庭的时候说的吗？对，然后还好我有证据，我马上呈上去啊。